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豪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套中雷島嘅86.7平方嘅三房。入門嘅右手邊咧係我哋第一個房間，成個空間咧係有翻7.4個平方嘅，邊上咧係有窗嘅，個光線咧係冇問題。個房間出嚟咧係我哋一張6人台嘅個餐台，邊上咧係我哋一個廚房嘅空間嘅，擺雙門帶冰箱都夠啊，有翻5.4個平方。餐客廳中間咧係做咗一組櫃可以收納啊，同埋擺鞋啊用都可以 OK。門口咧可以擺個鞋櫃，然之後個梳化到我哋個電視機位咧，開間就唔係好大，3.4米一個開間，但係我哋陽台咧係通鋪出嚟嘅，所以成個空間感咧都係有嘅。前面係冇遮擋嘅一個視野。睇下另外嘅2個房間佈局。首先係我哋嘅公共衛生間啦，做咗乾濕分離嘅一個處理，全部隔斷咧已經做好啦。第2個房間咧有翻8.4個平方，1.5米嘅床，採光都 OK， 邊上到頂嘅一個衣櫃全部安排好。最後咧係我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有翻10.2個平方，1.8米嘅大床擺完之後咧，床頭櫃擺完，仲有一個飄台啦，邊上都係到頂嘅一個衣櫃嘅。而家業主咧係67.8萬可以出全新嘅一個裝修。如果你感興趣嘅話咧，隨時可以睇房嘅。關注我，帶你睇盡惠州靚房。